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嘉宾，咱敬哥。讲对，讲对，讲对，家己开，家己开，唔通互人骗去开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嘉宾，欢迎咱的小嘎。小队，小队，花在免惊，咱会到位。两队家拢真英勇哦。对好，来咱周瑞大哥，来欢迎。来，请，豆豆行，豆豆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翔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哦，咱两队的来宾哦哦，拢不得了的。这是阮打电话去甲因邀请来。是因为伊拢是替人民服务的啦。无唔对，而且是足辛苦，足辛苦。今日因是有迄落一种迄叫做哪讲？宣传来哦，为着大家宣传啦。我唔知啊。咱等下来甲恁讲哦好。先来介绍阮第一组的阮队长啦，阮的林先生啦。欢迎啊！我是林书理，啊，甲阮队员。大家好，我炳尧。哦，兵友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会官。哦，会官你好。大家好，我继雄。好来，咱队长来讲。最近啊，大家知影讲政府得要一个人发1万块，不过这个这个简讯吼已经是满天来飞，甲你讲，叫你啊连过来吼来填你的个人的资料，绝对唔好填落去。这个政府的政策吼，啊，佮咧实施的吼，政府绝对袂寄简讯讲叫你来填资料，这个拢是假的，绝对唔好相信。是你唔通讲我填落去，你家己个人的资料都拢无去啊。秘密啦，家己的号码啦，拢个写去。对，连刚哦，人就打电话来甲你讲，你就即摆今日过来领钱啊，结果是你家己爱交钱互人。有影，绝对唔好要领钱，结果变做家己爱开钱。先甲恁讲者，真正辛苦，为阮大家安尼来服务。甲咱的钱包顾好条。是，不要紧，咱今日甲奖金摕到，咱就通啊好啊。是，感谢主持人。嘿，家己迄落辛苦哦，加油一下哦。谢谢。好来，换恁这边嘛是辛苦哦。嘿，咱这边是拍诈骗对吧？嘿，拍诈骗。啊，阮这边是拍火兄弟。哇！欢迎咱队长阿尊啊！大家好，咱是台北市消防局，那我的名叫阿俊，我请我的队员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建武，叫我阿武啊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建成，叫阿翔，你好啊。阿翔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伫信义区服务的铺子，倒一个铺子就是落雨天，阮哎呀当行路噗的声，我迄个铺子。大家好，我拍火兄弟阿姊，千千万万唔通慢拍电话。要宣传啊？一定爱呀，一定爱宣传的呀。就听讲热人够啊，吓，有啥物要宣传的？即马天气热，啊，请阮大家爱注意身体健康。那是要去耍水，要去安全的所在，唔通去迄较危险的啊，溪啊边啊、海边啊，唔通。所以讲真正有影，人的告示牌拢已经写出来，咱都要斟酌看者，真正袂当落水，咱就唔通落水。是。因为即马天气变化嘛是真大啦，你唔知影等者你看哇，敢若吼。好天啊呢！啊，即摆是等下哇，什么雨拢用倒的。那西北雨一来，有迄溪水就涨起来，真恐怖。好，今日先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罗光成罗老师跑下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来，真正有100万，来讲者是安怎，要安怎摕到这100万？是100万伫遮啦吼，恁看者。啊，若要这季吼，若要摕到100万，就是要拼3关。咱今仔日是初赛，初赛赢就进入咱的复赛，复赛搁赢就进入决赛了，总冠军要摕到100万的现金哦！加油哦！真正是现金哦，阮唔是诈骗的哦，唔是诈骗的，真正是现金的哦吼。不过咱就甲咱的能力实力提出来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。开始！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花大饼是台
台语新词大调查哦，是要调查啥货呢？跟两边报告一下吼，咱即马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，所以足侪物件拢是新的。譬如讲无人机，请问无人机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所以呢，阮这个单元吼，阮就会用阮的民调公司调查超过300个人，对每一个词新词，伊是用啥物方法来讲，上侪人选的，就是咱的正确的答案。是，所以阮两个答案其实拢是对的。拢有人用。只是讲看啥人较接讲者。嘿，对，较侪人选。好，咱的分数呢？咱这回吼，一题你若得到。要到得得到1000，上济得到6000哦。上济当得到6000哦。加油！当然嘛是先把6000摕起来，没错，对唔对？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寿喜烧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是寿喜烧。大家拢捌看过寿喜烧嘛？吼，伊迄看起来咧。敢若亲像迄个豆油甲倒落去尔，对，食起来甜甜的感觉。浅浅啊。所以我这边的简单的答案就是我的是豆油火锅。哦，豆油火锅。是。像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牛肉อุ่。牛肉อุ่，嘛袂歹呢。因为就是煮干的淡薄仔要滚有无？薄薄的牛肉捏起来，就去小回稳稳的，摕起来就食。所以米秀这边看的是，敢若用目睭去看到，看起来有敢若豆油啊。所以讲我的答案是豆油火锅。我的答案是牛肉อุ่。好，来想一个哦，来两边请选择，到底是我的咧，还是我的咧？嘿嘿。这边选我的哦，较刺激的哦。这边是风险甲分贵哦。来，我来问阮队长，你啥那选我的豆油火锅咧？因为这是做做 sukiyaki，sukiyaki 伊就是无加水，加做做豆油，所以一般咱台湾人讲这个是豆油火锅。好，那咱的不知。我的经济讲人答案呢，原因足简单的啦，因为阮阿嬷不爱食牛，而我厝的嘛无食过这种寿喜烧，所以我感觉是牛肉อุ่。好，来，咱看者有我的有你的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咱这条的正确的答案伫个米秀迄边。豆油火锅，好，来有分数。恭喜得了2000咯！来，咱这边的咧。无1000哦。拄则来宾有讲过哦，这是日本式的火锅叫 sukiyaki 啦吼。伊最主要就是讲伊用这个豆油，当然有时会加其他物件，主要是豆油。咱肉就去用迄要滚的豆油，甲放个熟，其实无那牛肉免真熟啦半熟搁温迄个椰汁。迄落啥鸡卵啦？鸡卵，伊是用鸡卵青的鸡卵来食呢。所以伊主要是迄个豆油啦。所以咱台湾人较侪人会讲伊是豆油火锅，因为照调查讲豆油火锅的人有59%，讲牛肉อุ่的人才40%尔。所以咱若照安尼比例来看豆油火锅上侪人讲。豆油火锅啦，是。好，来第二题要来哦，来麻烦把迄个答案消掉。来哦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尬聊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好，尬聊。尬聊，即摆少年人拢听到，你尬聊哦。你是讲煞袂？若是阮即台湾人，你硬讲哦。就是无话伊硬要讲啦，硬要解说啦。我感觉尬聊就是硬讲。我认为是讲无话。你就是两个人讲话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但是斗袂起来硬要讲就是讲无话，佮伫喺度讲啊。是。不过尬聊即摆是少年人的话啦吼。来看者，到底是李秀的硬讲，还是阿雄的讲无话？来，咱两边请选择。李秀、阿雄，演一边。即摆我这边甲风险稳开啊，阮警察先生甲风险稳开啊。对。好，我来问一下阮的兵要啊。敢若即摆就讲无话，这对少年来讲，敢若会较成因即摆的话语的，咱讲无话。对啊。硬讲敢若较古早的讲，你硬要讲安尼。讲无话较算啊，敢若较少年气的感觉。较少年气。是。那阮开问一个少年啊，少年的来，上的。我的感觉是，就是讲无话硬要讲。
硬要讲，硬要讲，对伊甲两个答案拢讲完了，讲无话硬要讲。嘛是，所以讲咱讲啊，这两个答案其实拢是对。拢有人讲。是讲啊，尬聊是，即马咱到底是，要安怎讲较好？啊，那这两边拢选你呢。嘿啊，来，我问一下阮的迄落啊，队长。尬聊就是咱两个无话讲，啊硬要讲就是硬讲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揭开的答案是。这条答案嘛是伫个美秀迄边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这边得了1000。嘿，啊，来咱这边消的咧。得了2000。嘿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其实这个讲法吼是对中国来的流行话啦。古早我囡仔时代毋捌听过这个讲法。即摆你若听中国因常常咧讲尬聊，咱台湾人可能听到因来讲嘛，对因讲啦吼。这尬聊讲很尴尬的聊天呐。尬聊。就是讲，其实两个话袂投机啦。毋过伫迄种情形下，哪像要讲话袂使，像讲两个国家的元首，因坐做伙，话语袂通，需要经过人翻译。但是因若要讲话，佫真歹看，所以因就硬讲。硬讲。咱就改讲硬讲。这调查结果是硬讲有65%，讲无话才34%，因讲无话就是无讲话嘛。因为讲无话就掂伫遐，毋知要安怎。所以伊一定爱讲，就算讲话嘛爱讲，所以硬讲的人较济。有65%，是。好，来，咱第三题啊哦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简树秋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简树秋哦，这应该恁拢知影嘛吼。简树秋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减速轮啊。轮啊，你知影啥啦？山轮啊，对。就一铺一铺，伊这是毋是要甲你动起来时有一铺哦，你安尼是敢若轮啊共款，就意思讲叫你爱减速啊，所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减速轮啊。阿雄我这边是路动。路动，为什么？伊就是把这个路中啊扑一扑，甲动起来。你对硬甲动起，你嘛无可能嘛。所以看到伊，你就会小较慢的，对，就是路动。简单嘛，就是动路的啊。两边听起来拢袂歹。差不多啦。不过到底是较接人伫讲的是美术的这边的减速轮啊。还是我的路动呢？来，两边咱请选题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遍。大家拢讲我这边的哦，是来问者，恁捌讲过无？伫迄落，咱也伫迄落执行咱的公务的时阵，捌甲迄落像乌里送啊啥讲过讲这种，这叫做减速轮啊。喊你讲，一个减速，讲一个减速的迄个动头啦，伫遐安尼啦。减速动头啊，嘛袂歹听呢，减速动头啊，因为若看到这就知影减速啊，是不是？路动有当时啊，人会叫是讲啊，规条路拢袂当过安尼啦。会好误会就对啦。照意思来是对啦。我是足想要甲你支持阿雄的啦。不过这个物件吼，有啥物特色？这物件就是要互你开较慢的嘛。对啊。有就伊要互你开较慢的，所以叫做减速的啥物物件，较合理啦。安尼较合理。减速点两年，减速较重要。队长讲的袂歹听。减速啥？叫做英文也是bump嘛吼，减速bump安尼啦。好，来，揭开的答案我拢唔知影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揭开的答案是。这条答案嘛是伫美秀迄边。有票。来，先分数。叫你得了2000。那咱这边的小嘞。嘛得了2000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咱台语讲轮啊吼，就讲设立山，咱讲山轮啊啦。是。伫那河内面吼，迄有时水较浅吼，较无水的时候，浮出来迄个沙吼，咱嘛叫做沙轮啊，沙轮啦吼。所以这个就敢若讲。伫路面浮出来，即个较悬淡薄的所在，所以咱讲伊是用来减速用的，所以就做减速轮啊。伊的咱调查结果是58%的人拢爱选这个，敢若有41%的人讲路动尔，所以这个是较侪人爱讲的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摆看两队的分数，来讲竞价咧。竞队即摆有5000。咱小咧。小队即摆嘛有5000。哎呦，白手啊！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
公鸡。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咱要去看过去啊！哦是，看过去的意思就是讲吼，阮等下用影片互你看，看以前咱可能民国几年的时阵，倒一个地方啊，倒一个水坝，倒一个什么风景区啊，是啥？是会带恁去遐看，啊，咱就真足看，看倒一个点，咱甲记起来，嘿啊，看题目是讲啥，咱甲摇出来就对啊。无错。吼，咱这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嘛，拢总4题4题哦。一题3000，若是拢摇到就是12000块啊，加油哦12000块哦，这嘛是平手哦。平手哦。哦，咱个对头来开始啊！对对，爱拼爱拼爱拼。平常时啊，看咱的刑警，刑警啦，应该拢足严肃的，是三组的。是安怎？是因为有当时爱对歹人讲话，你无较歹的，伊无爱甲实在情讲出来，所以有当时啊，甲民众会的时候，我来紧转过来，啊若当时无拄好的时候呢，口气啊，搁留伫咧对犯人来讲话，啊，就是有啥较歹势。对，所以讲吼，真正有当时啊，拢会误解讲刑警看起来拢足歹，其实毋是。嘿，啊，若讲到咱少年的，咱的消防的，就看起来较活泼安尼。一般应该较无甲人咧讲话吧？较少。嘿，毋是出去拍火，就是救猫啊、救狗啊，拢毋是人。啊，无就掠抓。哎，对，是毋是？救护车较定甲民众讲话，啊拍火就较少。啊，你救过上奇怪什么物件？你捌？物件哦，啊是动物。动物啦。细只鸟啊，啊民众讲伊的车内底有那老鹰伫内底，啊阮拍开就是啊细只鸟啊。你讲伊的车内有马晓拍开是赤鸟啊，差足多就对啊。有叫声嘛？系啊，是不是有叫声？有声。哦，差了有较多啦。是真正有影是辛苦。另外一种的诈骗。消防人员，系啊。等下阿翔会甲恁提示，对。啊，恁来看题目。啊，阮来看影片，啊，来有倒位哦。好，来上个咱先提示。哦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哦，是甲恁讲者，这就是自从咱迄个红叶棒球队拍败日本摕到世界冠军了后，迄个年代全台湾的迄个国校拢咧烧棒球，拢咧烧野球的。烧野球的画面哦。对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人足多呢。哦，咱头先有看到一个动作，滑犁有无？请问滑犁这台语安怎讲呢？水。哦，阿准啊。咦，敢知影滑犁台语要安怎讲呢？红叶棒球队拍败日本摕到世界冠军了后，迄个年代全台湾的迄个国校拢咧烧棒球，拢咧烧野球的。烧野球的画面哦。对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古早，哎呦！啊！哦，来啊！哦，人足多呢。哦！哇！古早。真好看的画面。今日咱要去倒位咧？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咱头先看到是民国50年联合杯的比赛，其中这个岛型国小咧摕到冠军啊。但是咱头先有看到一个动作，滑犁有无？请问滑犁这台语安怎讲呢？来哦，等下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等，咱等下当唱哦。手会使看起。手会当看袂要紧。好，来滑犁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等，吹。哦，阿准啊，来，下位。滑蕊。滑蕊。哦，滑蕊。哦，来，老师滑蕊对唔对？歹势安尼唔对。哎呦，歹势呢。来，队长，咱有机会啊。好，来，我来看法应该是叫做骨蕊，嘿，骨蕊。哦，来，老师，队长骨蕊对唔对？嘛唔是安尼讲。哦，咱台语当若讲骨吼，迄是一个形容词啦，讲涂骹足骨的，你行路爱细致。啊，咱若家己要去安怎，咱讲甲厝过去。啊，所以咱就讲厝蕊，啊，人无人讲厝蕊。
哦，你讲厝拢会使讲啦吼，厝蕊，但是讲骨蕊就唔对，因为骨蕊就是讲迄个蕊足骨的，所以听起来是无啥正确。是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会记哩哦，还是厝蕊哦，出过去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赶快5000哦，白手，吼，拢白手啊，后咱个有3位哦，加油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，谢谢。办证书啊，出题目啊，趁3000啦即。马5000啊平哦你，若要趁这3000，先摕2500给我。你安尼袂当，我这边要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，好来，咱选咧提示就是，你等者看到是咱消防员、消防人员上最重要一个活动。哦，足重要一个活动但是是古早的哦古早的哦消防人员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哦，哎呦，哦，以前拢爱古早的。嗯，哇，这古早的迄个鸡仔呢？嗯。今日去倒位呢？咱请出题。是咱头先看到的吼，就是咱古早的时阵，逐年拢爱做的消防演习。啊，内底有看到一个咧抓水的消防车，你敢知影消防车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哦，等下看好哦。来，消防车的台语要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哦，警务，哎呀，拍火车，拍火车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拍火车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稳错啊啦，大家落去。恭喜哦，得到3000咯。哦，啊，其实吼，咱这个物件，咱台语有足侪种讲法的啦吼。伊拄则用华语讲消防车，那直接叫讲做消防车，我哪会使啦？哦，啊，过来就是会当讲，拄则讲的拍火车，啊嘛人改叫做水灵车。哦，那像讲迄个水，敢若一尾灵共款，你甲过泡花，所以讲水灵车。所以这3种讲法拢是咱台语的讲法。哦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分数摕起来，换你加油啦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换人。哎呀，来，即马8000，甲咱的5000哦，爱加油哦咱这边爱加油哦。嗯好，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咱全台湾头一个100年的公园。哦，头一座100年的公园哦。对对对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，这真明显啊！哦，有无看到啥无？有无？哇！哦，足多人的呢。系啊，哇，这个哇，足认真的。大年台中哦，等下哦，阿伟哦。好，来，咱有看到哦，主要足明显的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诶，细汉的时阵我看过。是吼。嗯。即摆我唔知影佫有无。即摆应该少啊啦。毋是，即摆唔捌跳掉啊无，我毋是唔知影。唔知。是，好来，咱题目还未讲哦。嘿。吼，我就知影迄个公园叫做啥尔哦。来，上个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哦，头拄咱看到的是咱的台中公园。是。但是内底咧办一个活动，就是透早吼举迄个画棒喎，去内底看物件安尼画，啊画完了，你若去参加比赛，都有机会摕到迄个时阵奖金1000块，足大个啦。啊，你敢知影这是什么款的活动呢？哦。诶。来，是什么款的活动？你有看伊对啊画图？是啊是啊是啊。来，什么款的活动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知影咱就讲。虾星哈，虾星活动比赛，虾星比赛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虾星比赛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分数。终于得到3000咯！赞！有个白手啊！对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啊，虾星比赛这是叫华语的字哦，这可能嘛是对日文来啦吼。就是讲看到迄个景色吼，迄个物件吼，咱照迄个物件甲伊画出来，啊，咱嘛会使叫做虾星。啊，你若甲伊讲做画图比赛嘛是正确的啦。哦，因为就是咧画图啦。哦，啊，就是讲看你的风景，因为台东公园其实即摆还佫伫咧啦。对。哎呀有
有水啦吼，啊，佫有树啊啦，有足侪无共，啊，你会再家己去找一个景色，啊，家己画出来，啊，你若画了好，去参加比赛得奖吼，就有奖金。奖金。哦，这就是写生比赛、是画图比赛，拢会使讲。谢谢老师，以前就是安尼啊。写生比赛，即摆敢若足少啊呢吼。诶，即摆足少的啊。以前迄国语日报啊，拢会办啊。嘿啊。啊，你著甲寄去，啊，转来你若丢，伊会通知你，你就有奖金安尼啊。是，好，诶，袂歹哦，即摆8000啊。交朋友哦。好，来今日换人哦。来，上尾啊就要哦。是。哇，这即摆白手。恁两个就是最后的希望啊！无唔对，诶，我要问一下吼，咱做刑警的即种嘛是一种头路嘛吼。啊，毋过咱一工，通啊上班几点钟久？一工。哪里？上济12点钟。12点钟久，哦，上基本的嘛。对。是毋是？啊，毋过若是有讲哦，今日有啥物案，恁来转来无？爱转来。嘛是爱转来。临时的状况爱转来。有临时的状况嘛是爱等就随叫随到就对啊啦。对。是，啊若是恁嘛是共款的。恁上班时间是？阮搁较加一寡，阮爱即马较早是上24点钟啦，啊，毋过即马阮加讲会当休2点钟的休困，算讲阮一工24点钟，中会差2点钟的休困安尼。所以就休上24点钟。对。啊，另外就休一工。啊，搁上一工，结果休一工。啊，毋过24点钟，得个会差2点钟休困，再去食粒饭休困者啦，休算。是啊，你嘛无休困着啊。哎呀，真艰苦呢。对啊，嘛无休困着啊。所以讲真正有影拢足辛苦。啊，恁嘛是电话卡就要紧转来。休困是免啊，若是放假的就是下班的时阵啊，若是有今仔日有风台啦，还是较大的灾情，可能会转来啦。啊，毋过即马目标是卖转来，下班就好好休困。因为明仔载去上班。恕咱尊敬啦，讲真的吼。好，来，要提示啊哦。哦，上个咱请提示一下。哦，刷落来要互恁看是咱1930年代台湾开始自由恋爱时代迄个相片。哇，自由恋爱相片哦，来，咱请看影片。哇！哦，段落来。哎呦，穿只古水。哇，迄个时阵自由恋爱啦。对啊。是，啊，恁拢结婚未？我结婚啊。结婚啊吼，啊你结婚啊？搁咧努力，搁咧拍拼。搁咧拍拼。而且吼，因即种做即种警察的啊，或者是消防的吼，真正吼，你厝的人迄心哦，拢爱足载大的。有影。嘿啊，出去就是摕咱的性命去做工课。对啊。是，所以讲唔管咱哪，拢爱共尊重哦。吼，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今日要去倒位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咱头拄看这画面内底啊。有咧坐咧咖啡厅，但是同时佫有迄个女级坐咧边仔甲你服务，坐台服务。你敢知影？像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咧？哦，拄有看到哦，女级哦，哦，而家甲你服务的场所是什么所在咧？来，手放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我感觉有女级这物件，因为我实在，1930年我也未出世咧。阮嘛拢阿未，阮嘛拢阿未。我感觉可能是算讲歌厅吗？哦，唔该是歌厅伫咧唱歌，当休困诶，还是我是感觉是歌厅。歌厅，歌厅，好来，老师歌厅对唔对？还是唔是？哎呦，他搁较轻松一个，他搁较轻松一个所在，好来。无啥物想法。其实我头拄无拄好甲答案讲出来。哦，咖啡厅，咱咖啡厅。好来，老师咖啡厅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。恭喜你就3分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咱过去台湾人较无咧啉咖啡啦，啊日本人开始甲即个咖啡引进以后吼，啊有开一间咖啡厅，啊咖啡厅内面有迄个查某的服务生啦吼，啊真侪人去遐啉咖啡，查某人去遐啉咖啡，甲迄个内面的即个女级吼，就是遐服务生，咧讲话吼，迄种感觉，互因感觉咱像咧谈恋爱。哎呦！啊所以迄个时阵就是用这哦来，互一寡人愿意就去内面开钱，
啉咖啡，会当甲遐查某人开讲啊咧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原来就是迄个时阵开始的。对啦对啦。是，好来，咱即马开始的就是爱看咱的分数啦。来，阮看竞价。咱即马竞价有11000。哎，啊啦，阮的小价咧。毛8000哦。不要紧哦，各会当拼哦。加油！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哇！哎哦，来，有看到吼，8题是用一个问号，解说者，问号就代表奖金，每一题奖金拢无共，上济15000，哇，上少1000，爱好好啊选。哦，看咱运气然后咱就选着15000，哎，啊，搁查这分数起，就搁较济啊。不落万啊。好，好，来，咱即马念一个。咱8题是金门粽、超跑500块，国道。吉兰、徛马、水，阮水啦，我水哦。好，啊，阮有2个哦，一个哦，就通啊，就是大家参详。哈，啊，那第一个就是机会，就是通啊，你若唔知啊，通啊问你的队友啊，我要救人，就这条命。对。哈，啊，那第2个就是讲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来选，嘿，无定着就互你选着15000的，好，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准的，你要选倒一个？阮是消防队，消防队，我选吉兰。吉兰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吉兰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袂歹，啊是，我头早想讲，伊讲阮是消防队，所以我要经水。很高啊。好，不要紧，1000，咱甲拼起来嘛是分数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反诈骗会使敲电话165，啊，若是伫咧。互我急难的时阵，爱卡112，还是卡113，是找人来救你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，112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112对唔对？奖金要卡起哩，奖金加1000啦，袂歹。哦，紧急的电话有几哪个啦吼？什么106、119啦吼。啊，不过咱若伫咧户外吼，无信号的时，无信号的是上危急的时吼，咱拍112吼，会当甲你转去你应该要找人帮助的所在，所以这是咱伫咧上紧急的时吼会当开电话。好，来换阮队友选啦，要选倒一个？来，我选一个500块。500块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奖金偌济？哦哟，1000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票500块后壁，除了有梅花鹿，你敢知伊的背景阁有一粒山，是阿里山还是大霸尖山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救人哦！哎呦，新奇了。第一题咱就要救人啊！好来，咱救人哦！大坝尖山，大坝尖山。哦，恁拢看过啊嘛吼？无看，无看过，无钱。啊，无钱啦，无钱啦。所以讲，队长，你知影大坝尖山？是。啊，你的答案嘛是大坝。我心内是上大坝尖山，因为大坝尖山要翕相的时阵，拄好看出来。不过阿里山你要翕相，敢若翕到迄个二寸尔，看袂翕袂到迄个山头。有道理呢，有道理哦。我咧想是安尼，啊，不过无确定，所以请我上届啊厉害的队友来解决。哦，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大坝尖山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大坝尖山对唔对？收到啊！吼，来分数，叫伊加7000咯！哇，万倍啊！哦，咱台湾有足侪关山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咱的钱吼顶面拢有山，咱的1000块是玉山的珠峰，啊，那2000块是南湖大山，啊，那500块就是拄则讲的大坝尖山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谢谢，来继续准啊！啊，准紧，够15000个。我请我的队员来算哟，来算题，你们算对。我手气无啥好，帅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水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2000
万里塔克嘛不超过啊哦，超过啊！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个卖水桥，是真罕的看到的，纪念外国人的路名。你敢知影伊纪念的是什么将军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请我队员搞倒沙缸。救人啊！救人！救人啊！来，多一位将军。我的答案是麦克阿瑟将军。哦，麦克阿瑟将军。麦克阿瑟。哦，啊你有捌听过无？有，我嘛想讲是这个。是。好，来，麦克阿瑟对唔对？哎呦！来分数。叫一滴就万里哦！哇，冰华。啊，咱台湾上早的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对基隆到台北。啊，这条公路过去就是用这个来纪念的，叫做麦克阿瑟公路啦吼。麦克阿瑟。啊，伊内面的桥就是叫做麦穗桥啦。哦。啊，但是咱即马高速公路足济啊，所以这已经感觉无遗憾啦。啊，不过迄当中啊，这个路因为新的嘛吼，啊，佫是高速公路对基隆到台北，所以迄当中啊，算是啊足，互人会感觉哦，真深刻的一个所在啦。哦，哇，冰盘呢？冰盘，来，搁继续。啊，有万五啊。队长，多谢。安尼，我来讲金门。金门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金门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金门万五。哦，来哦。咱请出题哦。请问金门的台语有真特别的腔口甲用词，你敢知影金门话讲的简单是啥物呢？救人哦！对啊，袂使救人，干我一摆。就这一条命尔。金门伊咧卖鱼啦吼，啊个金门高粱啦吼。我咧想简单是毋是咧讲高粱？其中有一种酒叫做简单的对啦。会使换一个袂？我来简单吼要一下牛肉干。牛肉干对唔对？金门话讲的简单是啥物食物呢？你敢知影金门话讲的简单是啥物呢？哦，是啥物食的？ 10秒的时间，简单哦，是啥物食的？救人哦！对啊，袂使救人，干我一摆。就这一条命干我一摆。是。好，记哦。捌听过无2、1。好，简单。简单。金门最出名吼是金门伊咧卖鱼啦吼，啊个金门高粱啦吼。那鱼的部分吼袂讲较复杂啦吼，所以我咧想简单是毋是咧讲这即个这高粱高粱哦，其中有一种酒叫做简单的对啦。还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。会使换一个袂？会使，你要不要确定？因为吼这。敢若是咧讲酒，啊，毋过伊咧讲的是食物啦，吼。啊，金门个一个另外一项物件，我著著名，也是做金门的牛肉干。哦。无我来简单吼要一下牛肉干，牛肉干。是。好来，牛肉干对唔对？金门吼，伊甲对面的厦门，拢算福建啦吼。按过去福建人足侪人拢过番，过番就是去南洋啦。按去南洋哦，像讲马来西亚遐个所在，啊有个人趁着钱也会转去，啊转去甲因遐一寡话就炸转去金门，还是讲福建啦吼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是马来话吼，马铃薯的意思啦。因其实毋是叫简单，是叫简单啦。简单吼。啊，迄个话是对马来话转来，啊，伊就是咱。一般咧讲的马铃薯啊，嘛是差不多。好，来，我咱准啊。准啊。那汤啊热着就搁冲去了。算敲破。你确定你要家己算嘛？你算的拢无，我算拢做对方帮我算一下。来，国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国刀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袂歹哦。3000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咱常常咧讲的二哥是国道几号的高速公路呢？来，有10秒的时间，二哥。应该。来3号。3号。好，来，咱来看3号对唔对？喂，袂歹。来分数。恭喜，搁第
了3星咯，哇，加减，哦，赞。咱会叫伊二高吼，伊是第2条南北向的高速公路啦，哦，啊所以咱一向拢来叫做二高，但是咱照咱的国道的编号是编第3号，所以伊是国道3号。不过一般日常定咧讲的是讲，你要行什么路要行二高，就是咱过去第2条做好的这个南北向的高速公路。来换你啦哦，对，咱今麦还有万几还未出来，还有1万呢，还有1万哦，还有9000的，你现在算一个拢冰盘。是。对啊，好来要选多一个。是，啊无来选一个骑马。骑马，好来看者，骑马奖金有偌济？哇！ 1万的哦，哦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警察骑马巡逻真飘撇，啊，伫咧台湾倒位有可能会使互你看到骑马的警察队列？是邦桥车头外口，还是故宫博物院外口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。哦，来，咱队长有答嘛？哦。队长应该知影哦。来。啊，因为阮的警察队、骑马警察队呢是伫咧这新北市，所以呢，伊较有可能出现的所在，应该是咧邦桥车头啊。邦桥车头外，对唔对？够冰盘了！1万个他给你。容易哦，得了1万。冰盘。好来，老师咱请解释。要来讲的新北市吼有这个骑马警察队啦，啊，因会出现的所在吼，除了因拄则讲的邦桥以外吼，伫淡水湾那看会到啦，淡水嘛有啦，所以伫这2个所在，因为这2个拢新北市的所在，所以拢有可能会看到骑马的警察。这就是平常时啊，咱的印象拢甲记得着，因为这是因可能拢知影的。对，因为阮的队员有新北市来的。嘛，无新北市，嘿，咱今日4位拢无共款的所在来哦。好，来，佫剩2题。啊，准加油！佫有9000的。超跑。超跑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超跑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刺激啦！哎呦，来，这若去就是佫打去了哦，就冰盘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粉红啊色的超跑称呼的新名，是咱镇南宫的大甲妈，还是咱的白沙屯妈祖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10秒吧？对啊。来。白沙屯妈祖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白沙屯妈祖对唔对？正确啦！来分数，佮加9000哇！佮冰盘，哎呦！白沙屯的妈祖吼，因出来的时吼，因行路速度足紧的啦。因迄台迄个新桥吼是粉红色的。所以真侪人就讲因是粉红色超跑，因为伊速度足紧的。迄个有时吼，佮无因拢普通无甲你先讲伊要安怎行啦，所以路线佮无固定。所以你若像讲要去对因行吼，咱迄香灯架吼有时会对袂着啦。所以大家拢甲伊称呼做粉红色的超跑，就哪像讲迄速度足紧的车共款。好，来，剩一题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。奖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5000！哎呦，我有白手哦！哎呦，够恐怖哦！哎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话一般咧讲的菜账内底料吼是青菜还是土豆？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来，来。这个部分我伫高雄台南常常咧食，所以这内底的菜账其实内底是土豆。咱来看土豆对唔对？正确！分数我差给你。恭喜你了5000咯！这南部人知啦吼，所以拄则讲高雄台南吼，因食的账吼，因若讲菜账内面就是土豆啦，因为真正咱讲的。菜，迄个粽无咧包青菜啦，因为青菜甘水伤济，所以包落会烂糊糊啦。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肉啦，是豆啊，迄个土豆啦吼，其他的一寡大料啦。所以一般袂去包青菜，所以一定无可能青菜。南部人甲即个包土豆的粽叫做菜粽。来看2队的分数，看阮竞价。竞价即马有33000。嘿，阮小价咧。冇33000。哎呦，即马所以讲是2队哦。拢来比，看谁剩的秒数较侪，就来摕奖金。好，今日来，咱2队今日咧1秒6000金。
系1秒就千击。看图又俗语。哦，看图有俗语哦无，错所以讲咱的图内面拢是俗语的话哦。对哦，所以讲爱看的画面。是。哦，啊分数咧。咱分数就是咱头拄3万3嘛，33000会使换33秒。 33秒。嘿，啊了后就用恁的秒数来回答，剩愈侪秒就换愈侪奖金。哦，愈济哦。嘿啊哦，啊，毋过33够唔够？无够，搁添30秒变63秒，好哦，添30秒啦。对对对。哦，有63秒哦。加油哦！哦，有几题？咱拢总3题尔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8字啥话咧？有一个红衣啊。红衣啊，你咧创啊？是啥？迄是对面，迄是啥物？到影，迄是影，啊了咧。诶，看得出来无？看得出来无？我哩。记咧。哎呦，去加祈愿哦。嘿，啊台语嘿。去只戏院。诶，5哩。去加系无关。唔是无关，过来。PK 啦，倒一队剩的秒数较济就赢咯。咱拢总3题尔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啊！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哩哦，8哩。来。来，8字是啥话咧？8字啥话咧？有一个红衣啊。红衣啊，你咧创啊？是啥？迄是对面，迄是啥物？到影，迄是影啊了咧。哦，你目睭咧创啊？看一个影，看一个影，生一个囝。这个。哎呦，紧张，刺激！来，咱看几秒。哦，够38秒。38秒啊！加油！可能这为8字有较困难啦。对啦。吼，讲一个影，生一个囝，这就是一直咧讲人。咱常问老师哦，老师讲一个囝，生一个影。人咧讲话吼，讲着影啊，你听着讲生一个囝，这就讲捕风捉影啦。哎呦，啊，人无影讲迄个啊，你听唔到，你讲讲迄个就讲乌白乱斗就对啦。是。来，节目剩几秒？38秒哦。来，第2题哦。加油哦！来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啊，6个字，你讲讲一支草一点路，正确哦，1分钟，无唔对，一支草一点路，就是咱做代志一定爱照步来啦。好，来看咱的秒数，就够32秒，32000，啊，过来，上尾一题啊，上尾一题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请看啊，5个字，哦，5个字，讲，好倒数步，啊，正确。啥？袂歹，真快真好，头脑愈来愈好啊！无对，来看秒数，我够28秒哦。哦，袂歹哦。好，真好，倒小步啦。系意思讲，咱就是爱，人好的物件，咱就讲，倒宣传一下安尼啦。好，来28。啊，甲咱警察队来拼。无唔对，同款拢33嘛。好，来咱请先回。请回。咱有请咱的警察。来，警察代理。请。来。太趣味。印度啊，28。嘿，恁爱比秒数较侪，恁才有赢哦。对哦。啊，赢才有奖金哦。恁若是剩23秒，就是因赢，因有28000，恁攞输。哦哟。好，赶快叫拄啊咧看图。对。好，来3题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啊。哦。6个字。来。真兴。来，讲。水果拜树头。啊。水果换一个食。台湾龟鸡拜树头。正确。哎呦。咱这斯文哈。哦，袂歹。来，咱看者。哦，够53秒。53秒。袂歹。食果子拜树头，嘿，就是咱来讲感恩呐。饮水思源呐。是，无唔对。好来，搁第2题啊！哦。加油哦！上个咱请出题。请看啊，7个字。来。你看到啊？四只参加吧。边个有一支刀啊？哦。一支刀啊？来，讲出来。看水咧睇无吧？啊，正确。你平常有咧抬水鸡啊？哦，来，厉害。水鸡抬无吧？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迄水鸡吼，伊有时吼要迄件对手吼，伊会腹肚胀起来，变到看得足大。啊，其实无偌大啦。你真正甲伊看得足大出来，你甲抬落吼，肉一撮啦尔。就是意思讲吼，人。有的人吼讲话讲啊足放放啊，实际上伊无了啦。哦，伊无影无过来，无讲真正有啥物真材实料伫咧啦。
后落去哦。哦，即摆讲44秒哦，44秒。只要比28秒侪，恁就赢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5个你5个你，写一个圆。嘿，迄是啥嘞？来，要圆啥嘞？是。看得出来无？看得出来无？5个你。记咧。去食去食安怎？去食祈愿哦。嘿，啊，台语嘿。去食下湾。5个你去食下无关，唔是无关，过来。食下。嘿。去食下大湾。啊，健康。哇！是。哎呦，去食下大湾呐，就是你讲咱的。一直讲一寡足大好听的话，但是事实上，甲你都差足远的啦。是，老师，阮安尼解说对唔对？迄去食吼，家己都无钱啊吼。对啊。啊，佮讲吼，我啦会当安怎吼，我就要去一间庙啦，还是要去帮助什么人啦？啊，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。咱讲吼，想去碰碰，你做的代志你是做袂到的，啊你讲的是讲甲敢若讲哦，你就搞宣布。好，来，咱就看这秒数。是，咱这秒数剩14秒啊！哇，所以讲咱的警察这边是14秒，14秒。啊，咱的消防队是28秒。哦，所以讲是咱的消防队他摕到这奖金咯28000块。哦，袂歹，不过咱嘛是爱去颁奖。来，还有一个奖牌啦！恭喜！噔！咱初赛已经过关啊啦！初赛过关咯。初赛啊，第2个就是咱的复赛，就爱过来啊！对。来，咱个讲一个来。是，趁钱做辛苦，要趁钱爱家己去趁，唔好摕钱请别人趁。而且人也甲你讲好康的，甲你报好康的。你爱好食好斗相报，甲其他的人吼参详看卖啊，唔好家己一个公啊去，安尼吼较袂钱较袂去用骗去。是真正，啊若真正骨较唔知影，不要紧，阮一样哦，甲插落去就好。嘿，因拢会替恁解决，因袂甲恁骗。另外一方诶会甲恁骗哦，吼会记哩哦，吼。啊，那咱这边有要宣传啥话无？除了证据以后，即马其实说是大人啊，煮饭啊，定煮啊袂记哩。啊，明仔火若是人离开，人若是无伫哦，迄火就爱家禁开啦。哦，若是煮过头的东西，那种危险嘛。对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。感谢咱的罗公行罗老师辛苦了。谢谢。抓鸡有智慧，斗阵拼得去。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感谢哦，后摆过来啊，还搁请假。啊，来，一个比一个较紧张，手拢遮尔冷。谢谢。感谢队友，辛苦，谢谢，感谢。谢谢。